好搞笑啊！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就希望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同埋 follow Yan Loves Yarn 嘅 social media 啦。如果你覺得呢個 channel 都幾啱你 channel 呢，仲可以用超級感謝功能嚟支持我㗎。我會分享更多鈎織技巧、patterns 同埋鈎織生活。月沙娃丫已經有超過70年歷史。佢喺1955年喺位於東京莆田開咗一間小小嘅手藝材料行。當時係日本戰後經濟開始復甦，好多女性呢都會自己親自車衫啦，或者係織毛冷嘅。就由嗰時開始，月沙娃丫呢就一直陪伴住日本家庭成長啦，係名副其實嘅國民級手作店。佢亦係日本手工藝超市嘅始祖，係第一個將手作店百貨公司化。而家呢，全日本係有成72間分店㗎。總店規模之大呢，唔係淨係得個1層半層，而係分咗幾棟大樓啊！每一棟大樓都有幾層㗎。想象下，一層樓係淨係賣毛線，另一層係賣布，再另外一層係賣工具，真係好誇張啊！呢個招牌呢，就代表咗專業啦、集中啦同齊全。只要同手作有關嘅，你一定可以喺度揾到。今次呢，帶大家去佢哋喺神戶嘅分店，喺神戶三宮站落車，然後跟住 Google Map 行大概呢5分鐘就到㗎啦。沿途呢係會見到大家好中意嘅店鋪，仲有商店街㗎。喺呢度，嗰個神戶店。神戶店嘅月沙娃丫呢，總共係有5層嘅，咁4至7樓呢就係賣產品，而最高嗰層呢就係一個學校嚟嘅。佢哋由興趣班呢到專業級嘅手工藝課程都有㗎。如果識日文嘅你呢，不妨參加下，好多都好吸引㗎。好多啦。除咗冇冷之外呢，一入門口我真係俾呢一堆嘢呢深深吸引，因為真係好得意啊！原來呢，日本最近好興呢，就係你買一公仔嘅身體返嚟啦，然後你就再自己去做 DIY。你可以襯唔同顏色、唔同質地嘅頭髮啦、眼耳口鼻，佢哋着嘅衫全部都可以自己 DIY 嘅，真係好得意。日本鈎針可以話係全球鈎織界公認高品質同埋擁有舒適手感嘅表者，特別係 Tunip 同 Clover 喺好多外國鈎織 group 嘅織女織友都表示用咗呢真係翻唔到轉頭啊！我之前呢都拍咗條 Tunip Atimo 紅色鈎針嘅開箱片，有 share 翻詳細嘅用後感，有興趣嘅大家可以睇翻。Usawaya 嘅工具呢十分之齊全，無論係單買啦或者一 set 咁買都有，好多時呢仲有一啲限定色喺第二度未必買到㗎。如果大家有睇我 IG 或者 Facebook 都可能知道，因為呢住英國嘅朋友真係比較少機會可以去到日本，所以今次我都掃咗啲 Tunip 同 Clover 嘅鈎針返英國。如果住英國嘅朋友有興趣買呢，可以去我 IG 嗰度 DM。最新嘅 update 就係呢紫色 Tunip 鈎針呢已經全部賣晒啦。如果對其他鈎針有興趣嘅，就要快啲行動啦。咁呢啲呢，就係愛嚟整個鼻嘅。如果你整啱 Mikulumi 呢，就可以買呢啲扁身少少嘅，就愛嚟整個鼻。
仲有一樣嘢呢係好值得讚嘅，就係日本人嘅細心同埋體貼啦。佢哋會將啲毛欄呢同相關嘅編織書籍放喺附近，唔使你呢自己再去揾，真係好方便，真係令到你好想一 set 咁樣買返去啊！毛怪，係污啲色。而呢度嘅毛線種類呢，真係多不勝數，亦都好齊全。如果你哋唔清楚唔同嘅毛欄有啲乜嘢分別同特性呢，可以睇返我之前製作嘅色理條毛系列呢，了解返每一種毛欄嘅特性㗎。正當我喺度欣賞緊美麗嘅毛欄嘅時候呢，竟然發現呢樣嘢喎，好搞笑啊！呢個好搞笑啊，咁有趣嘅。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失意。之後 check 翻呢，原來佢係呢超人氣編織漫畫《編織者之巔》（Knitter's High）。作者貓田老師本身係一個編織嘅狂熱分子嚟㗎，因為編織呢治療咗佢嘅心靈，所以呢，佢就畫咗呢套漫畫啦。喺漫畫裏邊呢，主角係一個高中男生健斗，佢因為傷而放棄咗田徑，隨後就加入咗手藝部，跳咗入一個嶄新嘅編織世界。一個運動美男子玩 knitting， 即刻諗起英國跳水王子 Tom Daley 啊！正因為作者親身經歷，漫畫裏邊編織嘅內容呢先至咁真實，專業嘅程度仲獲得行內認可，甚至同出名嘅日本毛線 Daruma 合作推出同款嘅毛欄。而其中呢，漫畫描述編織中嘅挫折，相信呢好多織女織友都有共鳴啊！作者亦分享呢，有時學唔識呢，唔代表永遠都唔得嘅，隔幾年再試，可能就成功噶啦。失敗呢係每個織女織友嘅必經之路，跨過之後呢，會見到更廣闊嘅編織世界。而親手做嘅作品比買翻嚟嘅更加有意義同埋價值啊！真係好熱血啊！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呢套漫畫噶，已經出到第7卷噶啦。
相信未嚟過 Ushuaia 嘅你呢，應該會俾呢度嘅 scale 嚇一跳噶啦。但係我想話呢，其實呢啲片段只係大概拍攝咗半層左右嘅咋。我唔想呢令到條片太長，亦都冇可能呢將佢哋所有嘢放晒喺呢條片度。希望透過呢條片呢，大家對 Ushuaia 呢有個概念。我亦都呢非常強烈建議大家親身嚟呢一度朝一朝聖。最後呢，好多謝你咁有耐性睇到嚟呢度，所以呢，好嘢係留翻最後先講。重點攻略，最強分店喺片頭都有提過，Ushuaia 嘅總店係喺東京莆田嘅，佢唔係得個一層半層，而係分開咗幾棟大樓，係72間分店之中最大嘅店鋪。佢亦都非常方便，位於JR 莆田站附近，喺南口出咗之後行2-3分鐘就到啦。呢間總店我已經去過2次噶啦，去完再去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太大太好行啦，產品夠多夠集中。一間店已經可以頂到佢幾間嘅分店啦。我最中意就係上到最頂嗰層之後就再慢慢掃翻落地下，最後喺地下嗰一層一次過俾錢就 OK 啦。所以如果你係一個超級手作愛好者非常建議你一定要嚟莆田呢間分店，最好預翻至少半日嘅時間，慢慢行慢慢睇，一定唔會令你失望啦。每一次我都滿載而歸，所以我每次都會住喺莆田 JR 附近嘅酒店，貪距離手作店幾分鐘嘅腳程就已經可以返到酒店放低啲嘢啦。加上如果你係飛羽田機場就更加建議你可以喺莆田住一晚，去完 Ushuaia 掃完貨之後返酒店 packing 完，第2日就可以直接去機場啦，非常方便。話明係攻略，當然要 share 埋俾大家知點樣慳錢啦，就係成為佢哋嘅會員啦。入到去之後記得申請翻張會員卡。雖然係要俾550 yen 嘅入會費，但係一入完會之後就已經即刻可以擁有9折嘅優惠啦。仲發現有啲貨品如果你係會員，可以低至7折或者8折添。同埋我發現通常平價嘅貨品都係只得會員價㗎，即係話如果你想買就一定要成為咗佢哋嘅會員先啦。總括嚟講其實只要你使多過5500 yen，咁你所俾嘅550 yen嘅會員費其實已經喺翻度噶啦。會員期係1年嘅，啱晒成日返鄉下嘅你啦。由於我今次留喺日本嘅時間都唔係好多，所以只可以去到呢一間手作店啫。如果各位職女職友曾經喺日本去過一啲好正嘅手作店啦，或者係無線店啦，不妨留言話俾大家知，開心 share 下。希望我有朝一日都可以去到嗰度拍片，影俾大家睇嘅。下一集會去台灣定香港呢？如果你中意我呢段片，或者中意我呢一個系列嘅分享記得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唔好錯過啦。下次見，拜拜。